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5月19號，美心月餅喺社交媒體嘅官方帳號上邊正式宣布，今年邀請咗林峰出任品牌全球代言人，推出全新廣告系列。咁即暗示今年會踢走郭富城。其實城城咧喺2023年先開始幫美心做月餅代言嘅，只係做咗2年。咁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佢首廣告歌呢？當時咧，我覺得揾到 Aaron 做代言都好有新鮮感，起碼唔使再睇下陳慧琳啦。今次美心轉代言人咧，相信就睇中林峰近年人氣高企啊，憑住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角逐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，而且相隔9年喺5月22至28日咧，又會重返紅館開個人演唱會。加埋林峰咧喺08年就拍過《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》，飾演管家仔一角，深入民心。揾佢賣月餅廣告就啱晒數啦。月餅廣告咧就要等到8月先有得睇，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住平面廣告嘅拍攝花絮先啦。對於今年美心轉咗林峰做代言人，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？記得留言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